上集同大家分享真正賺到錢、做大事嘅人，佢哋嘅成功秘訣就係將情緒縮小，將目標放大。可能大家會覺得講就容易，但做好難呀。其實當中只需要4個步驟，但係未同大家分享之前，我想大家首先要諗清楚一點，就係點解情緒會越滾越大。原因就係你將注意力擺錯地方。如果你淨係掛住諗佢憑乜嘢鬧我呀，當然你嘅情緒即刻飆升。如果你係諗我想喺佢身上得到啲乜啦，你嘅情緒自然會靜落嚟，成件事就會唔同晒啦。所以情緒有幾大係好視乎你望緊近處定係遠處。如果你淨係盯住眼前嗰一條刺，條刺會大到好似棵樹咁。但如果你望遠啲睇座山，條刺就唔顯眼。其實就係咁簡單啦。嚟緊我會同大家逐個步驟分享。第一步係俾情緒貼個標籤，主要係幫你用3秒斬斷雜念。當情緒一湧上嚟嘅時候，就即刻喺心裏面叫停佢，同時幫呢一份情緒定個名。例如，呢個就係俾人冒犯嘅感覺。呢個就係唔甘心。只要你識得叫出佢個名，你就唔再困喺情緒入面，變咗企喺外面睇住佢。只要做到明明，就等於抽離情緒啦。第二步係問自己一個尖銳嘅問題，主要係幫你強行轉移焦點，就係問自己一句：呢一份情緒可以幫我達到想要嘅結果嗎？答案永遠都係唔得。跟住再問第二句：咁我而家做啲乜先可以離目標再近一步？其實呢一步就係強行將大腦由淨係識感受嘅模式扭轉去理性盤算嘅模式，係俾你諗解決辦法。因為之前你淨係掛住感受痛苦，而家大腦會被迫開始搜尋可行嘅行動，例如要唔要同對方冷靜溝通，要唔要調整一下做法，又或者係暫時放下爭執，先做好手上嘅事，好啲呢？以上種種諗法都係令你唔好停留喺感受層面，逼自己聚焦實際行動。咁我簡單總結下以上2個邏輯先。第一條問題係幫你清醒認知，令你知道負面情緒只會內耗，唔會帶嚟任何實質成果。而第二條問題就係推動你跳出情緒漩渦，令你即刻思考可行方案，落地行動㗎。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住2個步驟先，下集會同大家分享更多。下集見啦，拜拜。